日我會教大家點樣授權受保人使用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。如果你係保單持有人，而受保人唔係你本人，就可以授權18歲或以上嘅受保人喺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使用特選服務，例如 AXA Go 健保保費回贈。請先喺 Google Play Store 或 App Store 下載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。下載完成後，請打開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，撳登入或註冊。登入後撳我的賬戶，再撳我的受保人，選擇相關受保人嘅保單，再確認受保人嘅名，之後撳啟動，閱讀並同意相關條款及細則，咁就完成授權㗎喇。受保人嘅權限會喺1小時內生效。你可以撳提醒受保人，提醒佢哋下載同註冊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。詳細註冊流程可以睇如何註冊 Emma by AXA 賬戶短片，咁佢哋就可以喺 Emma by AXA 應用程式使用特選服務啦。